輔祭會咧喺呢幾年一直都係聖心堂咧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嘅團體之一啊。咁咧我哋今日好高興就邀請到輔祭會會長馬家威弟兄咧接受訪問嘅。咁咧就想問下會長啊，點解輔祭會咧咁受歡迎嘅？我諗由我講輔祭會點解咁受歡迎唔公平嘅，不如請我啲會員講啊！喂，靚仔，點解你咁中意加入輔祭會嘅？我啊，係啊，係 hello， 喂，自從加入咗輔祭會之後咧，我發現咧自己咧對信仰嘅認識咧加深咗，仲識到一班志同道合嘅兄弟姊妹，一齊為祭台服務，攞到一個好卓越嘅成功感。咁咧，另外咧最重要一樣就係咧個人咧健康咗、大隻咗，同埋高大咗。咁對於我嚟講，參加輔祭會真係好有意義啊！除咗可以學到禮儀嘅細節同埋信仰嘅深度，參加多幾台彌撒，仲可以好似聖母咁靚添。我就覺得輔祭會係一個充滿愛同埋奉獻嘅團體，我仲喺服務教友嘅時候得到自身嘅滿足，我而家仲科100分添。會長啊，咁咧聽咗咁多位輔祭嘅分享啊，咁就可唔可以請你概括一下咧輔祭會成功嘅要訣咧？好簡單，可以服務又好玩。好玩？點好玩啊？我哋一齊睇下啦！哇，又真係幾好玩咁喎！係啊，如果你都想加入我哋大家庭，成為我哋嘅一份子，好簡單。12月開始，我哋就會喺聖堂門口有個 QR code， 掃一掃 QR code， 填好份報名表，就可以加入我哋㗎啦。到時見啦，拜拜。